姐，秦妈妈好，我是关经理派来接2位的。啊，你好。请阿姨。这车挺贵吧？这车差不多100多万吧。你那天就应该拿这车接我，陈妈。你们关经理人呢？怎么没亲自来？啊，他在吃饭的地方等2位。这车是他的吧？这车是我们总经理的，但是呢，因为总经理很欣赏关经理，所以特意派我来接2位。怎么这车还不是他的？阿姨，上车。来，冰冰，来。刘一鸣，刘一鸣，刘一鸣。凑合吧，咱们凑合吃点啊。关总，这位妈是妈你好，我是关海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没有亲自接你。车子坐得还舒服吧？不错，不错。也不知道您喜欢吃什么，随便点了一些，希望不要介意啊。不介意，不介意。小张，你可以自己安排了，待会儿我会给你打电话。秦妈妈，这边请。请。这算是传说中的海景房吧？对，经常来。秦妈妈，啊，自己来，自己来。冰冰，坐到关经理边上。关经理，你也坐。秦阿姨，叫我关海就好，小关，小关。好，好。关总，请问可以起菜了吗？开始吧。好的。今年多大？家住哪里？家里几口人啊？妈，这第一次见面，又不是查户口的。我今年24，比冰冰大1岁，独生子。不错，不错。家里干什么的？妈，我看中的是关海，跟他家没关系。当然有关系啦。将来你们要是结了婚，那我们就是亲家了。我总不能连亲家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吧？对。我父母呢，不是什么大人物，只不过在老家经营了一间小小的电视台而已。电视台不都是国家办的吗？对，对，他们是电视台的主管，所以感觉上跟自己经营的一样。经营电视台的，这个冰冰以前倒是没跟我说过。啊，妈，我也是今天刚知道的。对，我是没有跟冰冰说过。
因为我觉得冰冰不是那么势利的女孩，我希望呢，冰冰喜欢的是我这个人，而不是我这个人之外的其他因素。这点随我，随我。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，当时冰冰刚毕业的时候就应该直接进你们家电视台，总比现在这个剧院强。对，我之前也跟他提过电视台的事儿，但是阿姨你也知道，他特别热爱他所学的舞台艺术，我当然要尊重他的意见，而且我觉得他特别有天分。那当然，那当然。不过现在这女孩子干什么她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找一个好人家，找一个疼她的男人，这才是最关键的。这一点我们家冰冰很死心眼儿，以后你多劝劝她。妈，我呢跟关海的关系是，他听我的。这点随我。那个妈，这个菜都上了，要不我们先吃？冰冰说的对，阿姨边吃边说。来，自己来，自己来。关经理，你家住在哪里啊？妈，你又不是太平洋管那么多。我现在还没有自己的房子，暂时住在亲戚家。因为出差，所以也没有租房子。我主要是想一步到位，将来看看冰冰喜欢什么样的房子，我们两个好一起买。我的意思是，冰冰买房，我买单。对妈，他买。好，我就喜欢你这种一步到位的气质。我们坚决不能把钱白白浪费在房租上。好，吃菜。来，吃菜。谢谢妈，谢谢妈。啊，阿姨。冰冰你也吃菜。李明，红姐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么大人了也不知道照顾自己，都病成这样了也不说话。喝水。哎，对了，刚刚拍那戏没问题吧？你怎么烧成这样了，还在问拍戏的事儿啊？一直没吃东西的吗？空腹输液不行，知道吗？你怎么还看呀？都什么时候了？你是不是想死在现场啊？哎，护士，我这还需要多久？大概应该3、4个小时吧。3、4个小时啊！哎，你帮我把它摘了，我有事。摘什么摘？你都烧成这样了，你要干嘛去啊？不是我还有个戏要搭呢。我找别人行了吧？我这儿有的是人哈。不行，离了你还不行了是吗？红姐，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只是这些。我今天不去，我的口碑就全完了，之前努力就全完了。我说不行就不行，今天说破大天也不行。那我就不输了吧。你，阿姨，祝您身体健康。谢谢。冰冰，你吃呀。秦妈妈，今天当着您的面儿，我想给冰冰一件定情信物，您同意的话，我也安心。哟，这
这么早就把钻戒买好？虽然是只素戒，但是它对我的意义很重大。这是我奶奶传给我妈妈，我妈妈传给我，让我交给未来儿媳妇的。这么多年头了，还这么信？妈，心意最重要。翻新过，黄金不就这点好吗？冰冰，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？我会一辈子好好照顾你，无论贫穷富贵，都会陪在你身边。我愿意。亲妈妈，这下您可以放心了。等你哪天送给我们家冰冰大钻戒的时候，我才真正放心呢。一定会有这么一天的。哎，你刚才说你住在亲戚家，海州有亲戚啊？其实呢，就是我们总经理，对外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关系。他身体不太好，我住在他家也方便照顾他。身体不好？怎么不好啊？没有别的子女吗？就你一个人照顾？他患有老年痴呆症，有一个女儿一直在家照顾。我可听说老年痴呆症很麻烦的，那今后你就这么照顾下去啊？哦，我表妹有男朋友，他们应该快结婚了，所以我和冰冰呢，将来不会有这种负担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要理解一下当妈妈的心思，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快乐幸福，没有别的意思啊。对，了解。那不如这样。